播放清单呢，顺序要调整。你看这个排序呀，它有那个发布日期，最新最旧这样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调整。新增日期，现在按照罗马阿拉伯数字的排序啊，0102一直到73。刚刚发现有漏掉了，补上传的36到39，36刚刚有做了，现在37、38、39要调整顺序，要调到上面，接在36后面。这个缩图左边有那个2条短横线，像做数学题目等于那个，按靠近那个符号，按在图上面靠近那个等于符号，你看久一点就可以移动了，往上移，往上做移动的动作，它就会快速的移动。排在36的后面。我现在做38，跑掉了，变成在播放了。按靠近那个等于符号比较快。现在还在37的后面了，现在做39。这样顺序就排好了啊。37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31到40都有了，就是这样调整顺序。